天一开始事实上战况很焦灼那虽然这一场比赛只是攸关5-6，不过两队还是全力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。所以当战况焦灼的时候，那种心情事实上也是很忐忑那后来就是第8局能够一举攻下4分，拿下这场胜利。那也谢谢球员奋战不懈，这样就是有最后一个比较好的结局。就是在前半段的比赛，只有领先1分，然后在投手被打了一支全垒打，变成平手。那当时感觉到大家都还没有放弃，所以在7、8局是有一个很好的攻击机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都把握住了，对，然后拿一个大局，然后赢得胜利这样。最起码我会把持者送到位置。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。我想，因为6强就是明年季赛，然后当然球队也是要那个，但是我是会必须吃气势，对吧？因为就是任务到这个地方。个人的话，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在小细节嘛，就是还可以再更好。然后对于整体来讲也是，就是整个团队，因为其实真的比较可惜是说，我个人觉得每一位都表现得不错，但是没办法晋级，对，这比较可惜。那而且我个人也是，算在成棒来讲第一次穿中华队的，就是代表台湾，然后出来比赛。那我很珍惜，然后也尽全力去比赛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棒，但很多机会可以赢球，但我觉得棒球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你每一个都有办法做到大家想要的，但我觉得大家表现就其实真的很棒，对啊，就是无可挑剔。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，对啊，每一届的中华队的感觉是都不一样。那我觉得这一届特别就是比较活力一点就感觉大家都比较放得开，比较那个彼此都会互相鼓励嘛，那也比较不会感觉每场都那么紧绷。